見到我參加比賽嗰個緊張，我叫你哋係當喺自己個浴室度唱歌咁樣。困難嚟講，因為我覺得造星嗰陣真係好多困難。其實我覺得就算我自己跳舞比較弱啦，弱項啲啦，但係我唱歌比較全面。但係造星嘅比賽咧，你表演就係唔可以缺少可能舞步嘅呢一 part 咯。咁所以就算遇到自己唔係好擅長嘅嘢都好啦，你都要去努力去。